來過來是新北市長的選戰，民進黨早就推出着立委蘇巧慧來參選。那國民黨嘛已經徵調着台北市的正副市長李樹川。昨暝因兩人佇三重埔高菜市場的平安宴第一屆同台出現，兩個人握手成禮二號兵。講這個週末有將近6場的行程，因兩個人可能攏會相拄頭。這個片的成禮二號兵。民進黨新北市長參選人蘇巧慧先開嘴，國民黨參選人李樹川悄悄回應，這也是決定哪粒選中了後，頭一屆在公開場合會面。到了第三重埔福德宮建廟30週年，甲福德精神平安餐來相拄。一個拜六禮拜到禮六的地方行程攏相同，包括拜六第三重埔的土木技術工會會員大會、網球大場、雲林東鄉會新春團拜參會。禮拜到去土城參加新北家庭百類商業同業公會活動，過去到三重埔甲鄉親做伙食平安宴。是講南北已經進入協議的階段，新北若對三腳督轉變做哪力的對決，一定會牽動選戰。國民黨必須要跟民眾黨大家坐下來，好好來談一談，如何共推最強的候選人。藍綠之間的攻防才正式要開始。決戰板橋跟決戰中間選民的幾個區域呢，蘇巧慧現在也略為領先。蘇巧慧無論是在女性的選民以及年輕的選民都有顯著的提升，用政策跟用訴求說服人民。親祖活動也加做蘇巧慧有家長選民的極大優勢。李樹川是繼續走基層，面冊影片專工坑和市長侯友宜做會翕的相片，加強市政連結。哪力一開戰都已經騙到真重的火藥味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